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 RA 波馬中環嘅時段。今集咧就會講下呢個英國國際錦標賽馬日嘅賽事嘅。咁呢個賽馬日咧就將會係呢個英國約克馬場嘅年度盛事。咁啊係呢個伊波賽馬節嘅首日嘅賽事嚟嘅。咁賽事日期就定於呢個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進行。咁啊，呢個朱德望國際錦標咧多次被譽為世界上最佳馬匹嘅賽事。咁歷史上啦，咁啊，猶如呢個梵高爾啊、海都之星啊呢啲傳奇賽區咧，都曾經喺呢度咧贏過㗎。咁今次啦，賽會啦，為咗吸引更加多外國賽區參賽咧，咁約克馬場官網咧就同呢個中央競馬協會日本嘅中央競馬協會合作。咁啊，若果呢一場馬佢哋能夠可以贏出呢個國際錦標賽的話咧，咁就可以直接去呢個日本挑戰呢個日本杯，咁啊將會咧就獲得更加多嘅巨額獎金嘅。咁啦，既然講到啦，呢一日最受矚目嘅賽事係呢場朱德望國際錦標賽咧。咁啊，呢一個咧就唔單止咧係一場咧歐洲最頂尖嘅中距離嘅平地賽之一，亦都係咧今年咧提高到獎金咧去到150萬英鎊啊！咁啊，吸引咧即係吸引到外國更加多嘅3歲啊或者以上嘅好馬同場較量。咁事不宜遲。睇下我哋今次嘅賽事有咩心水推薦翻俾大家。好啦，先嚟講下呢個馬場約克馬場嘅跑道形勢咧，俾大家聽下先啦。咁呢個馬場咧喺2005年咧就改建完成，咁啊成為一個3200米嘅環形賽道嘅。咁係咗一個左轉嘅馬場啦。咁啊，佢1200米或者以下嘅短途賽事咧，全部都係跑直路嘅。咁佢1400米咧，大家就可以見到啦。喺左邊咧有一條輔助嘅起跑線，咁佢咧就會喺嗰度開始起步啦。咁啊一路咁輕輕有少少微轉彎，咁跟住就有翻直路咁樣嘅。咁啊4400米啦，咁亦都會喺同一個起跑線嗰度起步嘅。咁但係就要跑一個圈，咁啊翻到嚟終點咁樣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兩個途程，譬如2771米同3109米咧，就喺對面咧有個輔助嗱，大家可以睇到嘅喺嗰一邊，喺另外一邊右邊咧，就會喺右上角咧睇得到咧，佢嗰個有個輔助起跑線嘅，咁就會喺翻逆時針方向跑啦，咁啊跑翻去終點，咁樣就係會完成一個賽事嘅。咁啊，約克馬場咧個規模都好大嘅，但係好在咧，佢咧就冇太大嘅起伏，都被譽為英國一條最公平嘅賽道嘅。直路啊長900米，表面睇嚟咧就似乎後勁較好嘅馬咧就會好啲嘅，但係咧如果遇到咧跑呢個偏遠場地嘅日子咧，前置嘅馬匹咧可以有機會一放到底㗎，因為曾經都好多賽事大家都睇過咧，應該係有咁嘅機會㗎。咁啊，至於啦約克馬場咧，平均咧就會有18個平地賽事日。咁就如果計起上嚟咧，佢喺2009年嘅時，因為咧曾經出現過呢個排水問題啊，呢個馬場。咁喺2009年嘅時候咧，曾經斥資過一筆錢咧，咁去做一啲改善工程，咁啊鋪咗長達24英里嘅排水管。咁即使咧依家咧佢呢個馬場受到大雨影響咧，個排水能力咧都會大幅度提升嘅。咁啊，希望到其時嗰日嘅賽事咧就唔好就太大雨啦，影響到個場地偏差啦。好啦，又到心水分享嘅時間，咁我哋第一匹介紹咧就係 S1 第3場嘅獲迪加錦標，呢場跑2371米嘅2級草地賽事。咁我哋介紹嘅馬匹咧就係呢匹耶誕日 Christmas Day 咁樣嘅。咁呢一匹馬咧，大家如果有睇開呢個海外賽事，有留意開咧，咁佢嘅代表作一定喺2026年今年嘅6月嘅一級賽葉森打比大賽，咁啊贏得冠軍啦。當其時咧就大家都知啊，呢匹馬係岳伯人馬房嘅馬匹啦。咁當其時有韋朗倫策騎，咁啊唔係一匹咁起眼嘅熱門馬嚟嘅。初以為佢係一匹 placemaker，咁點知呢？喺一個咁大爛地嘅場地情況底下呢，隻馬就越跑越有，越跑越硬。今日結果呢，就為呢個岳伯人咧贏咗第12次嘅葉森打比冠軍。咁我睇翻咧佢嘅舊片，除咗呢一場之外啦，咁佢嘅舊片其實咧，佢好似係真係跑呢個變化場地係特別有佢個專長嘅。咁所以咧，喺當日嘅賽事就真係留意下當其時嘅天氣情況。如果係有變化場地的話咧，呢一匹馬咧係不能忽視㗎。
咁第二匹介紹咧就係 S1 第四場呢個國際錦標呢場重頭戲，跑2051米嘅草地賽事。咁我哋介紹個馬匹呢，就會係藍營呢個高多芬陣營嘅監察官。咁近年呢，呢匹馬呢就表現得非常頂級啦。咁樣高士登同佢個仔高素德訓練嘅中距離嘅一級頂級紅馬啦。咁佢個生涯呢，就12戰呢取得9勝3亞。就從來未失過前兩名嘅，咁表現真係非常之好啊！而最近期咧最亮眼嘅成績咧，就會係喺呢個2026年6月17日皇家雅士谷嘅一級賽威爾斯親王錦標，由布宜諾執韁啊！咁喺2000米上面咧就以大熱門咧大勝4個馬位而贏。而當其時咧，我聽到咧嗰位嗰位外國嘅評述員就係話咧，用 Storm Through Plus 呢個字咧嚟形容呢一匹馬，你可想而知佢嘅後勁係幾咁強橫。咁啦，另外啦，佢喺2026年其實3月28日咧，喺杜拜美丹一級賽咧，杜拜草地大賽咧都贏過冠軍嘅。咁呢匹馬似乎喺呢一場唔係太多馬出過賽事咧，真係可以係嘅頂級嘅一枝獨秀嘅一匹好馬嚟嘅。咁第三匹介紹嘅馬匹呢，就係 S1 第五場嘅呢一匹呢，又係呢個高多芬陣營，亦都係高素德同高士登兩父子呢個訓練嘅馬匹。呢一匹就係士別3日嘅。咁呢匹馬呢，其實呢，一向呢，喺呢一段時間，其實佢都係跑緊2班同3班嘅樣賽。咁就2026年嘅時候呢，表現就相當穩定，特別喺長途呢一方面啦。咁睇翻啊，佢其實2026年8月1日咧，喺古活嗰一場賽事2700米嘅賽事咧，喺布宜諾嘅執韁睇下咧，其實就衝刺表現都係一般啊，平平啊。結果嗰場馬就跑第5個終點啦。咁再睇翻下咧，其實2026年7月10日喺新市場嘅呢一場賽事，咁同樣都係由布宜諾執韁。咁咧呢匹馬咧，似乎咧睇嚟係需要咧擺喺前面走啊，同埋咧有少少係攬嘅馬匹，即係一味係鬥銀，咁就結果你要佢跑後上咧，佢可能未必有咁好嘅。咁呢場馬咧，我哋睇翻啦，咁結果呢匹馬真係都非常之韌啊，力佢來犯，咁結果係以短距離嚟贏咗呢場賽事嘅。咁我哋睇完呢一啲咁嘅賽事之後咧，咁其實咧呢匹馬咧都斷定咗咧，佢都係要排好位、守好位。咁今次佢個跑道係唔錯嘅，咁所以我哋咧都決定揀呢一匹士別3日，就為呢場 S1 第五場嘅心水。好啦，嚟到呢個時段，我哋又重複一下我哋嘅心水。我哋介紹嘅馬匹咧就係呢個 S1 第三場獲迪加錦標嘅耶誕日 Christmas Day。咁就S1 第四場國際錦標，咁要監察官啦。咁S1 第五場呢，亦都係要藍營嘅士別3日。咁咧呢3匹馬就係我哋嘅心水提供。咁因為做片嘅時間呢，其實我哋都仲未睇到馬會呢嗰個排位表嘅。咁我哋又唯有呢用少少外國嘅資料呢，咁就嚟做少少嘅介紹啦。咁樣咁希望大家對我哋嘅心水呢都喜歡啦。好啦，嚟到節目嘅尾聲啦，咁都係一句啦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，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節目啦。咁做片唔容易，咁真係都幾短時間裏面就要做晒剪片啊、錄音啊咁樣嘅工作。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。咁下一次嘅時間呢，都未必唔知係會講英超定係講馬噶啦。咁盡量啦，我哋盡量出多啲片啦。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嘅。咁好啦，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，拜拜。